各位網友，大家好！嗱，今日咧係2025年3月29號禮拜六嘅。通常嚟講，我禮拜六咧都係會同大家分析下股票。最主要嘅原因同大家講咗啦，就係因為咧禮拜六咁就冇開市啦，咁所以我就比較得閒啲，亦都係趁此機會咧，趁住咧就係週末，可以咧係有啲閒餘嘅時間同大家咧就係討論下、分析下短期股票嘅表現。好啦，3月29號，期指期權咧根本咧就喺3月28號咧已經結算咗啦。就縱觀成個3月份咧，大家可以睇到，香港股市嘅表現咧可以話就係唔好嘅。點解呢？因為佢並冇上升。雖然咧佢都冇下跌，但係咧整體嚟講就係位於一個係反覆係高位反覆整固嘅狀態。成個3月份咧，大家從圖表方面都可以睇到，恒生指數佢就係喺高位嘅，介乎於22,500點到咧係25,000點之間上落波動，或者可以話咧上落爭持嘅。好啦，而家嚟講咧呢個上落爭持嘅局面，變化成點樣呢？未來嘅走勢係點呢？我哋先睇一睇。如果你話從嗰個平均線嚟睇呢，其實近期呢個市場方面嘅反覆呢個走勢就麻麻地啦。我之前都講咗啦，形態上係有機會出現2次到頂不破嘅小雙頂。呢個小雙頂呢，佢嘅重要支持位近日嘅主要支持位呢，應該就係23238點。而家呢，恒生指數呢就23426點啦。換言之，仲有好少就有機會呢向下跌破。所以呢一個禮拜，即係話未來嗰個禮拜，大市嘅表現相當關鍵。如果恒生指數再跌多啲呢，就有機會呈現咗係正式嘅小雙頂，或者呢2次到頂不破而跌穿咗呢個係低位嘅支持，就有機會呢就進一步呢就係向下嘅。如果向下的話呢，如果從平均線方面睇，就係而家嚟講22,500點呢一個相當關鍵嘅支持喎。原因呢50天線就一路上移到呢個水平。如果呢條平均線跌穿咗，大家要小心啦，就顯示咗香港股市一次中期性嘅調整就會開始㗎啦。呢條平均線呢，如果大家睇翻個圖表，差唔多可以話呢，就係有成3個月都未跌破喎。喺1月24號呢，重上翻呢條平均線之後，一路係保持喺呢條平均線上邊嘅。而家最麻煩就係呢條平均線就不斷咁樣稍為上移，所以呢係好容易係有機會呢就向下跌破。同埋呢20天平均線而家就輕微失守嘅。如果呢幾日或者呢個禮拜都升唔穿的話呢，而20日平均線就有機會就掉頭向下。大家亦都要小心呢，佢會唔會跌穿50天平均線，亦都係一個關鍵嚟㗎。因為呢，如果真係跌穿的話，就係一個死亡交叉信號，就顯示香港股市呢真係可能有機會呢出現一次比較大幅啲嘅調整。好啦，如果大家睇翻傳統嘅迷信啦，咩傳統迷信呢？正所謂5窮6絕7翻身。而家呢就時序踏入4月啦，所以呢一個月呢，好有機會就炒除淨啦。除淨完之後，投資者會唔會先行沽貨，等待低位再買翻呢？呢一點係不排除嘅。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個情況呢，即係話其實香港股市呢有機會進入呢就季節性嘅淡季嘅。好啦，講咗呢個技術性嘅因素啦，唔係咁理想。客觀因素方面點呢？其實大家可以睇到，話而家股市呢就係都仲係下跌嘅。而且呢，道瓊斯指數嘅走勢唔係咁靚。似乎呢有機會呢下試到去39,000點呢個水平。話而家股市點解下跌呢？原因大家都係擔心，第一，美國嘅息口會唔會下調呢？今年似乎就係炒呢個息口下跌嗰個係樂觀情緒呢係越嚟越少啦，甚至有啲人預期今年其實聯邦儲備局呢只不過有機會係減1次息咁多啫。較呢之前呢，大家樂觀預期話減2次、減3次、減4次呢就相差甚遠嘅。
好啦，息口唔減咧，咁啊自然咧呢啲咁嘅股票相對吸引力啊減少啦。咁同埋第二，咁大家都知道美國咧而家就係打緊貿易戰㗎，咁而且咧呢個關稅戰咧就係唔係針對中國，係針對全球嘅，包括咗墨西哥、歐洲同埋咧包括埋加拿大。咁而加拿大亦都係作出報復性嘅反關稅嘅措施，咁即係話咧佢等同又係加翻美國嘅關稅。嗱咁呢一方面嚟講咧，會唔會係令到美國啊嗰啲咁嘅係通脹上升咧？咁啊可能性相當之高，因為點解咧？關稅增加最終咧都係要消費者承擔嘅。咁啊喺呢一方面嘅憂慮咧，亦都係令到華爾街股市咧就下跌。咁啊好啦，咁啊華爾街股市下跌咧，對香港股市有冇利淡影響咧？嗱，過去如果喺10,000點嘅時候，當然咧影響唔大啦，因為冇乜空間再跌，因為估值低。但係而家升到24,000呢個水平咧，咁啊下跌嘅空間有冇咧？係有嘅，係相當之多嘅。就算調整10%咧，都有機會跌翻落去21,000啊、22,000啲水平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唔好掉以輕心。咁至於整體嘅投資策略係點咧？咁我就覺得嗱，喺而家咁嘅形勢之下咧，由於技術性嘅走勢有機會轉淡，咁啊，所以咧呢個調整嘅情況啊，都似乎仲未終結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揸得貨重嘅嗱，應該咧係着量減磅先啦，寧願咧第日咧升翻上去，走勢好轉再咧就高追。咁啊，唔好話咧喺度難事咁去做。咁啊，至於未買貨嘅投資者，咁如果係中長線嚟講，我都係支持咧趁低吸納。但係咩叫做低呢？咁我就覺得喺呢幾日嚟講咧，一啲都唔算低啊，因為咧係有下調空間，同埋走勢係疲弱嘅，形勢係不明朗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嗱，準備係趁低吸納投資者喺呢個禮拜都仲唔應該輕舉妄動嘅，應該再稍坐一回，稍等一回。咁啊嗱，如果咧大家咁係諗住咁係長線嘅，咁啊應唔應該而家入咧？嗱，咁我亦都覺得咧，咁就係除非嗰啲咧就係收息股好高息口嘅，又或者咧個傳統嘅經濟股份咧，而家嚟講咧可能係市場嘅避風港嚟嘅，呢啲咁嘅股份咧抗跌力會比較大啲，咁啊可以咧分階段吸納。咁啊至於嗰啲高科技股咧，個回吐壓力相當之大，咁所以大家暫時咧係觀望為主，就不宜沾手住嘅。好啦，咁講完咗整體大市嘅表現啦，咁跟住咧要睇睇個別嘅股類啊，又或者咧個別嘅股份啦。咁呢個禮拜呢，咁我相信大家如果有關心香港新聞，最大宗嘅香港新聞，最多人呢就關心嘅香港新聞，就係長和出售43個港口80%權益呢一宗事件啦。嗱，呢件事嚟講呢，一路發酵多個禮拜。咁而且呢，中央政府對長和出售港口呢就深表不滿，咁不斷呢就係出咗好多唔同嘅文章，同埋有唔同嘅輿論聲音。咁喺度咧就批評李嘉誠今次咧呢個係出售嘅行動，就係一次咧唔顧及國家利益嘅行為，甚至係一次咧就賣國嘅行為。嗱，呢啲咁嘅批評咧，大家可以睇到係鋪天蓋地而嚟嘅。咁而最新嘅消息就話，長和咧已經唔會喺4月2號或者之前係簽咗呢一份買賣協議啦。咁即係話俾大家知道，呢一份買賣協議呢係有機會告吹嘅。嗱，咁呢一宗消息傳出之後，雖然呢就未知道係真啦定係假，咁但係呢，我相信禮拜一呢市場一定會作出敏感嘅反應嘅。好啦，咁市場會點樣反應呢？嗱，咁如果大家睇翻呢件事，當長和喺3月4號佢就公佈，咁佢哋咧就出售咗43個港口權益呢一宗新聞嘅時候咧，咁長和嘅股票就大幅上升，嗱，即日咧上升超過2成㗎。咁好啦，咁如果呢宗消息咁呢宗交易告吹的話，咁大家應該明白到啦，咁理論上咁長和股價應該咧就係回歸基本步嘅，就去翻咧就係未公佈之前嗰個係價位。咁當時係咩價位呢？嗱，咁大家可以睇睇個圖表啦。咁喺呢一宗消息公佈之前，即係3月4號之前，其實長和當日咧個最高價係39蚊嘅。
咁換言之，而家嗱呢一宗交易告吹啦，咁所以長和咧，如果合理嘅股價係應該回落到去39蚊呢個水平先至係咧正確嘅，因為點解啊？咁呢一切都冇發生過啊嘛，咁啊所以咧嗱佢升咗上去，咁啊而家咧回落翻呢個水平就係最合理嘅。咁但係嗱大家都知道股票市場就冇合理呢一樣嘢㗎。好啦，咁啊禮拜一咁啊入市嘅時候，咁啊呢個即係長和股價會點呢？咁啊相信大家都知道係一定會跌啦。咁啊只不過跌幅係有幾多啫。嗱咁啊如果大家睇翻個圖表呢，其實長和啊近日嚟講，從高位最高呢約莫53蚊就回落翻啦。咁啊而家嚟講嗰個走勢啊，都係顯示咁啊長和呢係處於呢一個係短期或者中期嘅回落趨勢嘅。咁嗱，如果係呢一個消息喺禮拜一入市的話呢，我就相信長和呢而家係有機會先行呢就考驗呢一個短期嘅支持位，就係大概呢係42.9，即係呢43蚊之間啦。咁好啦，咁啊如果呢個水平失守的話，咁啊真係有機會回落到去呢39蚊嘅。好啦，咁就係長和有冇機會回落到39蚊呢？咁我覺得暫時嚟講，嗱個可能性係唔高嘅。點解呢？因為呢長和就係向外透露，咁啊呢一宗交易出售43個港口嘅交易呢，有機會未能夠成事之餘呢，咁係差唔多同一時間，長和亦都公布佢哋將會分拆嗰啲電信業務呢，就喺英國上市嘅。咁啊呢一個分拆嘅行動呢，咁我估計又將會對長和股價帶嚟刺激。嗱，過去一直都係咁樣噶。當一間公司將佢啲股票分拆上市，將佢啲旗下公司分拆上市嘅時候，大家都應該知道，咁係會呢壯大公司嘅財政實力，同埋呢亦都係令到間公司嗰個係估值呢係水漲船高嘅。咁所以呢，分拆對一間公司嚟講係應該屬於利好新聞。咁啊換言之，嗱咁啊禮拜一入市呢，有一好一淡嘅消息，同時呢係喺市場發酵，咁所以嗱市場點樣嘅反應相當難以捉摸。咁但係從圖表嚟睇呢，長和縱然下跌都好啦，咁我就估計嗱咁啊初步嗰個係支持位約莫呢就係43蚊嘅，咁而呢39蚊嘅位應該暫時呢係能夠見到嘅機會唔係太大。嗱咁作為投資者應該點處理呢？咁其實之前我已經同大家講過啦。嗱，由於呢一宗係政治事件，政治事件係冇得分析、冇得估計嘅。咁所以我當時又建議投資者呢，有貨嘅暫行沽出，冇貨嘅投資者應該點樣啊？應該呢暫時保持觀望，就千祈唔好去賭一鋪。咁啊，賭一鋪就等於買大小嘅。咁啊，而家大家會睇到我當時點解會作出咁樣嘅建議啦，可謂呢苦口婆心。好啦，咁啊，假如大家真係不幸嘅，真係揸咗嘅嗱，咁我就覺得呢，咁啊喺禮拜一嘅時候呢，咁就消息入市呢，咁啊點都要等一等嘅啦，因為呢，嗱而家喺禮拜一先採取任何行動，有機會已經太遲，所以呢應該等一等先。好啦，咁啊如果冇貨嘅投資者點呢？係唔係應該趁禮拜一嘅下跌而入市呢？嗱，咁我就覺得如果長實嘅跌幅係超過預期的話，咁就可以考慮呢就短線搏下反彈。咁假如呢跌幅溫和的話，咁啊暫時都仲係呢再等一等，等到圖表走勢好轉，大家先至係考慮嘅。咁好啦，咁講咗長和啦，咁啊跟住呢要講咩股票呢？咁啊跟住呢，我係想同大家分析下呢，就係以下嗰幾隻嘅。咁先講一講呢，就百度啦。咁百度呢係有網友問我㗎，咁就問我呢隻股票點睇啦。咁我哋呢先睇睇百度嗰個係圖表嘅走勢。咁百度呢，佢嘅電腦代號就係93條8嘅。咁如果從圖表方面嚟睇呢，咁百度最近出現咗呢就係回落調整嘅，咁股價最高升到去呢就係大概咧104蚊，咁跟住輾轉回落，但係呢就跌到去差唔多挨近啦90蚊度就獲得支持。咁嗱上個禮拜五收市93個3毫半啦，咁好近呢個短期嘅支持位。嗱咁呢個禮拜呢，呢個百度相當之重要啦。咁如果向下跌穿咗90蚊嘅支持的話，嗱咁就係50天線呢，就約莫係位於呢就係
蚊嘅，咁啊換言之咧就相當近90蚊呢個支持位。嗱咁就如果跌穿90蚊嘅時候，咁只要唔跌穿88蚊都唔需要太驚。咁假如一舉連88蚊都擊破的話，嗱咁啊揸貨嘅投資者應該暫行將佢沽出啦。而咧冇股票嘅投資者就應該暫時咧都係要保持觀望，因為走勢咧係轉淡嘅，暫時咧就未見好轉嘅。嗱咁啊講咗呢個百度之後，跟住咧我哋係再睇下另外嘅一隻股票。咁啊呢隻股票咧就叫做係普普馬特，一隻相當之冷門嘅股票。嗱咁佢電腦代號咧就係9992㗎。咁好啦，咁我哋又睇睇咧呢個普普馬特咧，咁佢做啲咩業務咧？咁佢主要咧就從事啲設計、開發同埋咧銷售嗰啲潮流嘅玩具產品啊。嗱咁啊呢啲咁嘅潮流玩具產品咧，咁啊大家應該記得香港以前咧有一個椰菜娃娃。嗱呢啲咁嘅椰菜娃娃咧，當時係相當之賣得㗎。點解咧？係屬於潮流嘅產品。咁啊所以咧令到間公司咧，當時呢間玩具公司咧就話股價大升。嗱咁啊，所以咧，普普馬特佢賣啲潮流嘅玩具，咁喺而家嚟講咧，只要食正個潮流，咁嗱，相信咧佢係有相當可觀嘅盈利，同埋咧營業額方面亦都可以咧係大幅係上升。嗱咁好啦，咁啊普普馬特咧佢就公布咗咧就係最新嘅業績啦。咁佢最新嘅業績係點咧？嗱原來咧。佢係截至到2024年12月31日止全年嘅純利咧就31.25億元人民幣嘅，咁就按年升咗咧差唔多成2倍咁多喎。每股咧個基本盈利咧就係2.36元嘅，末期息咧就係81.46分。咁好啦，咁就係佢個業績咧就相當之理想啦，同埋咧佢個業績亦都勝於預期。咁好啦，咁啊再加埋咁就係今年同明年咧。呢個係個盈利嘅預測咧，就估計咧就可以上升大概2成。由於咧佢嗰個係業務方面，最近咧就食正咗呢一個哪吒2嘅熱潮，所以咧佢啲潮流產品聽講話咧個銷量相當之好。咁啊換言之，今年啦，咁我相信啦，咁啊呢個熱潮都仲會持續的話，咁就會令到普普馬特咧佢嘅業務啊係有一個係增長嘅空間嘅，咁係值得憧憬嘅。咁換言之咧，呢隻股票咧，如果從基本因素嚟睇咧，咁啊覺得咧係應該可以睇高一線嘅。咁啊至於圖表方面，咁啊又點咧？咁啊圖表方面大家都可以睇到，咁啊佢一路咧個股價都係咧就係蜿蜒咁樣上升嘅，而且咧升勢係持續經年喎，相當之犀利啊！咁佢就由咧2024年2月啦一路升到而家嘅，差唔多升幅咧係超過1年㗎啦。咁而且咧喺路上升，咁都係維持喺多條平均線嘅上邊嘅，包括咗50同埋20平均線上邊。咁而呢兩條平均線繼續向上移動，所以咧純粹圖表走勢，無論短中長期都係咧係一致向好嘅。咁只不過去到而家嚟講咧，升到去去到160蚊度，咁唔排除咧有少少咧就阻力嘅。咁再加埋咧最近嘅市況唔係咁就啦，咁相信咧係有獲利消化嘅壓力存在。咁如果佢呢隻股票下跌的話，咁大家留意啦，咁佢嘅支持位咧就係應該係127蚊㗎。如果跌穿咗，就會咧就係下試到去咧就大概咧110蚊到110蚊到。咁由於佢嗰個走勢係相當之好啦，咁所以如果你有貨嘅咁當然持有啦。咁如果冇貨又點咧？咁我就稍嫌佢咧而家個累積升幅咧就比較多啲喎。咁所以咧我就唔建議大家咧就係去即係話見高追高嘅。咁但係如果佢係回落嘅時候，咁喺消化調整之中咧，咁係少量分階段買入，咁我覺得亦都係無妨嘅。咁尤其是而家高科技股進入消化調整階段啦，所以呢隻股份咧，我相信短期嚟講應該咧就表現強勢嘅。所以咧佢有機會回落調整，大家係可以考慮呢隻股份嘅。咁講完咗呢個普普馬特之後呢，跟住呢我又想講下其他唔同嘅股類或者係股份啦。咁我會講咩股份呢？咁就講下隻招商銀行啦。招商銀行呢最近個走勢呢就比較反覆啲嘅。佢個電腦代號呢就係3968。
嗱咁啊，佢最近呢個表現咧就比較反覆，偏差啲啦。咁就股價方面，近日嘅下跌咧個走勢係相當之唔靚啊，就跌穿咗10日同20日平均線，同埋呢兩條平均線都掉頭下跌啦。咁所以咧就係短期相信仲有下調嘅壓力㗎。咁而家嚟講咧回落，最主要嘅支持咧就係50日線啦。咁50日線位於邊度咧？咁就位於45蚊左緊㗎。咁啊45蚊咧就同而家佢個股價相當之接近嘅。咁啊所以咧呢個禮拜嗱咁啊招商銀行相當關鍵啦。咁啊假如咧真係跌穿咗呢個50天線，就唔排除出現一次咧新一次嘅比較大幅啲嘅調整嘅。咁啊所以嗱如果有貨嘅跌穿50天線嘅時候，就應該暫時咧就止蝕離場啦。咁啊等股價即係走勢好咗咧，先至考慮再次跟進。咁啊，至於未買嘅投資者，咁我就覺得就唔好冒險啦。咁啊，繼續咧就觀望為宜。咁啊，講完咗呢一隻之後咧，跟住咧又要講翻科技股喎，就想講翻嗰隻咧就股王騰訊啦。嗱咁啊，股王騰訊咧，我好耐冇同大家分析啦。咁所以今日咧一定咧要同大家就講一講嘅。咁啊，較早前咧受到 AI 熱潮嘅影響，所以咧呢隻股份亦都係咧就一路上升嘅。咁但係而家嚟講，整個高科股嘅板塊都出現咗咧就消化調整，所以嗱呢隻股份係下跌嘅，係唔出奇嘅。咁嗱，就算下跌都好啦，咁大家都睇到，咁騰訊基本上都係咧處於強勢，咁佢嗰個係抗跌力都相當之好㗎。咁啊，如果從技術上嚟睇，其實咧佢個走勢同一個恒生指數有啲相似。咁啊，而家嚟講咧，佢係兩次上衝啊547蚊，即係約莫550蚊咧，係兩次到頂不破嘅。咁所以而家咧就反覆下試低位支持。咁啊，低位支持喺邊度咧？佢個走勢同恒生指數啊好相似啊。咁啊，騰訊佢而家咧低位初步嘅支持就係500蚊。嗱咁啊，而家咧收市啊，上日收市啊509蚊，就相當之接近嘅。換言之，嗱呢個禮拜咧有機會見真章啦。咁如果500蚊失守的話咧，咁就騰訊係有機會進一步咧就回落到去50天線啦。咁啊50天線咧喺一個470蚊左緊嘅，係470蚊左緊嘅。嗱咁啊，如果跌穿咗呢個500蚊咧，有機會回落到470蚊。嗱咁就470蚊咧，亦都係咧就係另一道支持啫，就唔係話咧佢喺呢個水平咧就可以有機會見底。嗱咁我相信咧應該咧，如果跌穿咗500蚊，係應該出現咗一次中期性嘅調整嘅。咁呢個係470咧，只不過係其中嘅另一道支持位啫。嗱咁好啦，咁啊如果大家揸咗呢隻股份應該點咧？咁我就覺得長線嚟睇㗎，咁呢隻股份係唔使驚㗎。咁如果大家長線投資的話咧，係可以繼續持有，唔好理會短期波動。好咁有關今日呢個評論咧就到此為止啦。咁最後咧，我亦都係想同大家都一齊講翻啦。上一次咁我同大家咧分析呢個陽光房地產啦。或者咧就係呢一隻 ETF 嘅走勢啦，咁而其中講到佢咧就關於派息方面，嗱咁由於咧我係跟呢個 A Stock 嘅，咁而 A Stock 方面咧就好似咧就並冇更新到呢一方面嘅情況，所以佢就並冇咧提供任何嘅市盈嘅水平，咁同埋咧亦都係咧。其他嗰啲即係網站咧，亦都冇講到佢派息嘅情況，咁所以咧我就誤會咗，以為佢冇派息，其實咧係有嘅。咁嗱喺呢一方面咧，我已經喺留言區作出更正啦。咁喺度咧先同大家講聲對唔住。咁最後咧咁我亦都要咧向大家作出一啲溫馨提示嘅，咁大家要記住咧，股價有升有跌嘅，同埋我頭先我所講嘅一切，只不過咧係作為買賣嘅參考，並不作為大家買賣嘅指引，同埋咧。大家要咧就小心嗱，咁當你入市時咧，就必須要衡量你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。好多謝各位，拜拜。